总统蔡英文的元旦文告强调新年有新政策，也开破反渗透法的记录。不过韩国瑜甲张善政也批评反渗透法。香港民阵伫正月初二发起游行，要求香港政府爱回应5大诉求。习近平也对香港发声。在婚礼发生禽流感的疫情，目前也针对发生问题市场场，甲鸡仔全部处理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一下暗新闻，我是嘉豪。今仔日是新正年头，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发表2020年的元旦文告，有讲到新年新政策的好处，也甲焦点放伫咧反渗透法，强调面对中国的威胁，就爱知影讲反渗透法毋是反对交流，宗教活动无受到影响。也若中国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蔡总统也回应讲，中国爱停止渗透，才是治本的做法，也愿意伫无政治干涉的前提之下，甲中国进行交流。2020头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元旦谈话，首先讲到新的政策实施，包含基本工资调升，也有有利一个农民补助等，强化交通甲经济方面才会进展，以利多代表新的一年好消息。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顾的人都要更多，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除了内政以外，谈话更加集中在中国威胁。蔡总统以香港经济为例，佮再讲到面对中国的4个认知，绝对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不愿意主权交换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加中国的全面渗透。因此，反渗透法是让台湾民主自由更加受到保障。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反渗透，不是反交流。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往来都不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蔡总统讲，拜妈祖甲正常宗教活动也拢无受影响。不过，对着中国各台办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大变就是恐怖。伊讲，什么人做出问题，就什么人去解决。问题无伫个立法国家，也过恢复两方交流，是毋是有时间表？蔡总统也强调，有些时间表是真无智慧的。北京是不是能够停止他们这些渗透介入的作为？那成为是国际上可以信赖的伙伴，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面对这样的复杂的区域的情势，而且是在变动中的区域的情势那对任何的领导人来讲，设定时间表其实是不可能也是不智的。蔡总统佫再讲，会伫机会适当、无涉政治前提的情况下，甲中国展开有意义的交流。未来继续评估，手副手赖清德是一直伫辅选，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对着国民党批评通过反渗透法是要甲对方滴红帽啊，赖清德也反击讲遗憾，更加表示这场选举以来就只有蔡英文总统伫提出政见，指出国家方向来表达伊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透早就登个赶行程，虽然无甲伊的副手张善政做伙出席活动，不过因两个拢针对着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真不满。韩国瑜也批评讲，民进党真阿爸，伊若准来选调，一定会调整。我们早上3点多来排队的，都没睡吗？对，我们都没睡。为什么会想要来看？因为我们想来看升旗典礼。大批人潮出现在高雄市文化中心，有人规夜无困，就为着要来升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到，只是活动进前，主持人则提醒民众唔通发甲政治活动有关的口号，但伊一上台就念出党内立委候选人所有人的名，在外界唔通想伤济。韩国瑜行程满满，高雄走了，搁到台南、沿路拢有支持者。但是，一讲到反渗透法，伊就批评这互民众心内会惊，嘛讲民进党伫立法院强行通过是多数的暴力。恶霸型的，用多数，几乎是多数暴力的方式表决，这种表决强迫通过的法律案，就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痛恨的一种方式。结果他们今天继续操作。一号即天，韩国瑜要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共台，两个人，一个人伫台北，一个人伫高雄，一直拼选举。张善政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升旗，致辞的时阵讲到反渗透法，嘛是一直攻击。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谈啊。说什么？言犹在耳，马上一转身就下令民进党在昨天一定要强势通过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总统，我们还需要他吗？
伊讲蔡英文的态度反起反倒，失去总统的诚信，爱民众除了投予韩国瑜，嘛爱予国民党伫立法院的席次过一半，才会当予团队所规划政见慢慢来实现。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今日透早做伙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典礼。因两个人拢批评反渗透法的通过，就是因为民进党团人数占赢。1月7日天还未光，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就甲副手医生以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斗阵行路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典礼。对反渗透法3读通过，宋楚瑜31批评是极权专制体系崛起来，今日各党委批评民进党团是戒严司令部，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法令。民进党的党团用多数的暴力。违反程序的正义，而且没有经过跨部会的协调，也没有任何的施行细则的主管的守卫单位。郭台铭是表示，伊无完全反对反渗透法，按过不应该强行通过，强调未来较数民众因为涉犯反渗透法，做到无合理的法令起诉郭台铭办公室，会拒不提供民众所有法律资源控制到底。也认为这就是民进党一党独大造成的效果。一党独大的后果，今天呢反渗透法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暴行，这种任何的法令，今天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到现在为止，是两党要制衡或者两大两小。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迎接2020第一天。宋郭两人笑甲真欢喜，也拢斗阵结感觉式的内裤带选择元旦港台，是毋是表示甲台北市长郭文泰关系发生变化？郭台铭笑讲，郭文泰去年讲的话，今年都袂记了。有伊家己的选择，元旦伫国父纪念馆升旗是上意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北威啊，伫咧欢喜过年，香港确实咧发生欢送中示威。伫2020年的头一天，由民阵发起元旦大游行，号召民众行向街头，向香港政府表达讲5大诉求，欠一个拢袂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伫新年贺词的时阵，特别讲到香港，希望香港变好，也用祖国的气口，甲香港发声。报条写无帮行动并肩同行，2020年第一天，香港民阵发起元旦大游行，真侪新进民主派区议员带示威群众，话释放所有政治犯，检讨警暴等诉求。参加示威的人真多，街路乌麻麻拢是人。这场游行也是区议会选举后，民阵发起第2场街路行动，主要是对港府表明，香港人就算伫抗争半年後，新年願望依然只有5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哋依家見到啦，即係唔需要等，即係2020其實我哋嘅政府已經開始秋後算賬。即係我哋見到所有嘅衝突，往往都係由警方去挑釁。我哋希望警方能夠克制，可以令到我哋嘅遊行可以和平咁樣去發生。港警早伫遊行路線架，每一個出入口武裝戒備。伫灣仔區甲東區掠5個查甫人，因為涉嫌倉庫棍仔這攻擊性武器，被掠人年歲上細只有13歲。不過下晡開始和平遊行變調，有真濟示威者破壞幾啊間銀行玻璃門，防暴警察提警棍威脅示威群眾，佮發射催淚彈、噴胡椒噴霧趕人。抑個警察後面埋伏在人群中壓制真濟名示威者，雙方對峙更加嚴重。其實示威者迎接2020年為11月31暗時，都已經展開抗爭行動。跨年暝示威者放火，港警也機合警告選去放催淚彈趕人，佮爆發衝突。面對反送中繼續抗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特別對香港發揮，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繁榮穩定是祖國的願望。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政協大會頂頭強調講，堅持一個中國甲九二共識，也反對台獨。不過，卻佇咧發表新年賀詞時陣，卻攏無講到台灣。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
依照往例，每一年的上尾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拢会伫全国政协地会致辞，而且点名台湾同胞，要表达一个中国的坚持。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9·2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伫上新的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文章，伊指出台湾各界的人士坚决反对民进党政府各种主动交流的行为，嘛反对台独分裂。不过，习近平对全中国发表的2020新年贺词，唔哪讲到2019年的新州，嘛展望2020，但是煞拢无讲到台湾两个字。学者认为，甲台湾要选举有关系。相较于去年习5点哈，今年习近平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其实还蛮让人讶异的。短期因素，我想因为1月11号台湾就要选举了，我想北京也很清楚，不希望有任何这个非常具指标性的这种谈话或者是动作来造成说台湾这个因为这样造成选举的波动。两岸当时会当重新开始互动，总统蔡英文认为有些时间表是无可能甲无智慧的。学者分析，蔡总统是甲两岸无互动的球弹登的北京。蔡总统等于把这个底线讲得很清楚，就是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之下，可以跟北京来正常化的交流，但是什么时间看你来决定。所以这种所谓比较是后发制人或者是以静制动的角度，我觉得跟他过去3年多来的两岸的互动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学者指出，虽然习近平以澳门的经验表明1国2制是会当做的，来暗示对台政策，但是双方政府又愿意互相探底线，未来两岸感受新的变化，恐惊还是要看1月11号的选举结果，才会当清楚。记者郭灿图记者台北报道。伫咧中国的武汉发生肺炎群聚感染的问题，疾管署随甲中国迄边记者，伫咧拜二的时阵收到通知，目前确实有27个人感到肺炎。疾管署也随启动机制，那对武汉飞过来的航班，拢爱有防疫人员去到飞行机顶检查旅客敢有出现感染的征兆。防疫人员接起飞行机进行卫教，由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的这班武汉班机所有旅客，拢爱量体温。若是有体温偏悬或者是高烧者症状，由医师评估是毋是要入境。中国武汉市出现肺炎群聚病例，疾管署伫礼拜2尾暗启动定期检验。松山机场礼拜3只有一班飞武汉的班机，旅客讲对疫情有心理准备。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对啊，然后远离那个人多的地方吧。我就看新闻还好吧。他说人没有什么，不是人传人，不是吧？疾管署表示，针对每礼拜12班由武汉直航入境台湾的班机，已进行定期检疫。过去伫 H1N1 流行期也实施过定期检疫，相关机制拢已经建立。除了主动评估旅客健康情形以外，旅客落飞机了后，也必须要自主健康管理10天。如果说他在飞机上啊，如果已经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困难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他就留在原位。那我们检疫人员会一个一个来跟他做健康上的评估。10天之内，如果身体不适，我们会请他打1922的防疫专线，那主动通报。疾管署强调，针对网络流传这一波肺炎群聚，好亲像是SARS，因为两岸往来真多，台湾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由专家进行了解，请民众先唔通惊吓。而当天确实是肺炎疫情的观点，提醒民众爱过来洗手，避免到空气无流通的所在。若是有发烧、加烧者症状，爱挂喙安赶紧看医生，并且甲医生讲你的旅游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位的饲鸡仔场，顶个月2月主动通报讲，因有鸡仔莫名其妙就死去。经过检查，伫昨确认是 H5N2 的禽流感。为着要防止禽流感传开，在今日透早，防疫人员也来到饲鸡仔场，甲23000多只鸡拢总处理掉。10几名防疫人员穿着装备伫饲鸡场进行扑杀作业。为伫云林县斗南镇一处饲鸡场，伫12月2日发现鸡仔异常死亡，主动向防疫所通报。31号确诊是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1月初1日起进行扑杀作业，总计扑杀23000多只鸡。那么检验出来的结果是 H5N2 的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在今天来执行扑杀，扑杀的数量达到23000多只左右。
婚姻官董事部洪耀所表示，禽流感较会发生伫马鸡、鸭甲鹅。马鸡较会伫3到7月以及11、12月2个高峰发生。鸭因为感染禽流感外观无镜头，所以主要伫养殖场周边3公里太检出现。我们只要检验这个厂里面禽流感的带源，我们就整场扑杀了，不管它有没有感染。数量的话，不代表越来越少或越来越大，对这个禽流感的防疫有什么样比较重大的意义。婚姻官董事部洪耀所表示，去年婚姻官确诊为阳性禽流感总计53场，破晒28万9千只；107年确诊62场，破晒44万只。虽然近2年逐年减少，洪耀所有愿提示特助，爱做好卫生管理，自主防范。至于全国禽流感疫情，去年高病原禽流感确诊82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为着要迎接新年的日出，伫阿里山甲玉山的北方拢会当看到。另外，东部因为云伤过高，煞是无机会看到。另外，伫咧新竹市政府是连续3年邀请国军的战机幻象2000来元旦升旗做表演，这民众也看甲真欢喜。惊呼声伴随着音乐，2020年，嘉义阿里山的第一道日头光位玉山山脉一粒跳出来，互各地专工来的民众看甲真出神。头一摆到阿里山看日出的民众，都欢喜迎接新年的日头光。另外，玉山气象站真好天，也搁伫面册直播玉山8号的日出。日头光野路甲周边的云海山林形成强烈对比，也搁举办了网友口中讲的全台湾上水的升旗典礼。原本气象局有笑元旦本岛上早的第一道日头光，透早6点11分会出现伫台东东海花3000台外海，也毋过无奈分站收高，日头光无出来。过来的路上还在讲说，如果今年没拍到，明年还要再来一次。为地面看袂到日头光，也毋过有航空业者甲旅行社合作，推出金只日头光专机，伫花东外海顶边来驶，互乘客伫空中金只透出粉红红的太阳光芒。就看到的时候，就今年感觉充满希望。搁往北边行，花莲南平海堤一透早就涌入真侪人，因为花莲第7年甲空军合作 F-16战机迎接日头光活动。日头赶快无出来，也毋过 F-16冲场游玩抢风头，还不过瘾，应该更壮观一点更好。欢迎民众拿出你们的热情，向飞行员挥挥手。同款是3型主力战机的幻象2000是以大舰队形冲过新竹市政府的顶面，连续3年，新竹市政府升旗典礼上请到幻象战机冲场，现场民众看甲真欢喜，也毋过伫今只2020年的第一天的同时也传出插曲，就万民众透早伫垦丁龙盘公园，今只日头光，也毋过云伤高，落山风强，无看到第一道的日头光，而且佫传出游客落伫10公尺深的岩洞，好佳在只有测着伤。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满天下的土地公庙，也就是南投德山指南宫的八公仔，当日分钱宝，要互民众登去生钱囝。有一位对高雄来的民众2天前就开始排队，为也是真骨力。庙方也讲，透早排队的人可能有8公里长，大约有9万名游客来这，分到八公仔的福气。3、2、1，元旦第一天，来自高雄的陈先生将伊入馆。摕到第一座指南宫套装钱表，伊讲等了3天，未来希望会再得到土地公的加持。开心，很兴奋。如果能够有加持，有加码更好。自早去南投德山指南宫头前，就摆了长长的阵仗。透过空拍一看，才绵延了几公里。而今年是金青年，虽然这几天啊拢真湿冷，不过为了会使得到土地公的保庇，不少民众拢提早1、2天来排队。今年第8次了。中午了，我们领到好像11点多、12点那里。你是从哪边来的？屏东。今年的庙正面是土地公像，背面是有金鸡翅，伫土头顶悬放着金毛鹿的意象，象征好事会发生。为着体恤排队的民众，庙方特别安排前600名，会使对到套装的指标，加上一个圆指标，估计一早起就9万人，队伍绵延大约8公里。
2020年第一天就请大批人潮来求好运，加上少罕见的人潮，嘛带动周边的商机。今年借鉴的哈，比去年的多一些啦，房间也是多一些，但是都不多，但是金额有增加了。指南强估计，去年算到今嘛，就发财金的人次大约60多万，借出金额4亿外，而现金大约10几外。因为除了回馈地方来做公益，这样的这现象，为着周边带来不少的商机。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根据网络订饭店的平台统计，台北正早要去庆祝过新年，排伫第12名的城市，其中对1年来旅客订房间的成长率比去年起码8成。摆甲长乐路就是为了甲蔡琴代表斗阵翕相。西门町上环人有够多，袂少是拖行李的国际旅客，真侪人拢是特别规划来台湾跨年假期，看完107宴会，搁甲市区行行咧。我会选来这里跨年，想要看烟火，想看那个台北101的烟火，精彩啊！很多明星啊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台湾啊，第一次来。选择来这里跨年。啊，对对。根据国际订房平台统计，台北市的跨年订房是全球第12名，其中印尼客成长78%，南韩增加将近6成，荷兰也将近5成成长率。不过检视去年观光人次受到中国旅客袂当来禁令影响，去年9月、10月连续2个月来台旅客拢是负成长，11月到12月也是衰退出世。因为国际自由行旅客甲新南向团客大部分以北部行程较济，所以受影响景点以中南部较明显。为解决小规模人大规未消化问题，屏东民俗业者结合工业推出民俗集团，互相支援介绍房客。我们这个逆向操作的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打造成一个类似像集团式的经营的方式，或者是饭店式的方式，但其实个别是各自经营的民宿，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平台啦。串联乡村的民俗业者，大规用转介人客平常时加节翕婚纱、办亲子活动者服务，暗时也会点灯引进咖啡店，透过季节结名发展亮点，希望无受国际旅客衰退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因为时差关系，后美各国过年的庆祝活动，平台湾晚5到10多点钟，咱也先来看有上百人的纽约时报广场。伫现场民众的欢呼声中，无数的纸片由空中压落来，现场也响起经典名片《分段拿球》的主题曲《友谊万岁》，代表个别纷纷照了2019。接落来一定爱有的歌曲，就是以纽约为名，由法兰克辛纳区唱红的《纽约纽约》。来到纽约有1-2点钟时差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宴会秀选伫人真侪海报，互本地甲外地游客看甲神。Inesquecível esses fogos e ano novo com muito otimismo, com muita esperança de muitas coisas boas que está por vir. 总统大西洋兑换的欧洲，伫传统的苏格兰风地独奏了后，由这门大炮展开爱丁堡的宴会表演。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跨年宴会是依照惯例伫克里姆林宫边仔的莫斯科河来办。Мы ожидаем, что у нас все будет еще лучше, че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В новом году, конечно же, но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начинается. 伫几片按照惯例的跨年宴会秀中，也有国家做了改变。刚伫欧洲的德国，除了联邦政府严格管制宴会买卖时间，今年来各大城市纷纷推出，也是扩大禁止放宴会区域。也毋过，对正伫咧含伫松林大会的澳洲民众来讲，到澳洲跨年看宴会比留伫国内好真济。We're in Europe for the holidays, and we chose Berlin for New Year's,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better than anything we thought. 除了安全的顾虑，德国更加严格管制宴会的理由之一是每一摆办完宴会，涂骹留落一大堆的粪扫，有碍城市的市容。同款是基于环保的考量，泰国首都曼谷的跨年宴会，除了选伫商业中心区的早皮野河边仔，在地上也选用在地产的稻米，借此来凸显泰国的好业。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年假有9天，有人伫去年的上尾天食平安年，要互食互长岁寿。另外，人也有倒算时间，要头一个冲入去新社，祈求令和时代的头一个新年会当平安顺遂。英国的威廉王子伫去年的12月31日发起一个奖金有上100万英镑的奖项，号做修复地球奖，要鼓励全世界的高人替地球所发生的环境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过，这个奖项的详细内容也未公布，影片就先出来广告，也把这个话题炒甲热扑扑。Ours is a world of wonder. Every day it reminds us of its beauty. It touches us, teaches us, and astounds us. 守护地球奖宣传影片幕后配音是今年93岁英国资深广播主持人大卫爱登堡。英国威廉王子12月31日发起这奖金有数百万英镑奖项，表示地球这处地临界点，人类面临抉择，是毋是继续伤害地球，就是紧急成为人类有独特力量，应继续创新甲解决问题能力。佢讲，咱捌甲人类送去月球，有创造拯救生命科技。佢强调，人类应成就伟大，未来10年，大家会面临修复地球的大考验。That higher temperatures mean a lot more than longer summers. That we can no longer take life as we know it for granted. We are at a unique stage in our history. Never before have we had such an awareness of what we are doing to the planet. And never before have we had the power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过去年外，经过全球60个组织甲专家参详后，希望借着这奖项，伫未来开创新科技甲政策，伫气候变化、能源、自然甲生物多样性、海洋空气污染甲氢气水源这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奖项设定细节，奖金偌济也无公布。经济宣传内容，守护地球奖将是史上上声望的环境奖项，希望全球高人为目前世界上上紧急的环境问题，找到至少50种解决办法。按算每年得奖名额有5位，不过奖金为倒来，目前只知影是由全球慈善家甲经济组织团体支持赞助。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元旦的升旗典礼，伫总统府头前举行。总统蔡英文举国旗进场，也专程唱着国歌。伫台顶，台北市长郭文哲甲蔡总统以及着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虽然是徛做伙，不过郭文哲却无甲因2个人互动。天还未完全光，国旗已经伫总统府头前豆豆升起来。民国109年1月1号元旦，虽然台北天气真冷，不过总统府头前升旗典礼犹原是吸引到真侪民众参加。大家人手拢摕着一支国旗，真有爱国心。Happy New Year！ 外国的朋友嘛赶来斗热闹，还有热情的民众是伫跨年了后直接走来总统府。桃园，然后坐机捷转北捷。然后走过来，我们想说最后1年大学的时光，然后来这边纪念一下。动作真整齐，嘛真有力。国防部三军机队的表演是规场的焦点，不过台顶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更加受到关心。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陈建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台北市长郭文哲手摕着国旗进场。不过最近郭文哲常常因为故乡负债问题来批评陈菊，也有民进党，虽然共台，却拢无互动。那是全体唱国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带着拿赢立委候选人到总统府头前来升旗。那是做事艺术真高，朱立伦嘛批评拄啊3读通过反渗透法。这个法律的立法过程啊，形成了一个民主的恶例啊。国民党拍卖的。不过升旗典礼嘛有意外，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志斌因为穿着限定影的外套，有宣传选举的意思，叫工作人员查落来，颠倒并清了后，才会使入场。另外，升旗结束了后，有民众伫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看到蔡英文落台，叫维安人员请出去，嘛互升旗典礼充满着真高的政治味。记者欧良、陈信良台北报道。
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在今仔日带着党内的立委候选人，当来谈论政策，也继续批评民进党。之前郭文哲也讲，无的确伫最后一刻会支持韩国瑜，伊讲这是咧警告民进党，也讲到杨惠如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的资料，拢会送予检调去调查。2020台湾重开机。2020第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带领党内立委候选人讲政策，重新对财政纪录、佮有国土规划看法，但是伊嘛无为记者要继续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佮有民进党。奶嘴文化，有关系的最重要。第二，不行我们就开始耍赖。我说他不公平，所以我不要遵守。第三，懒惰文化。所以最惨的是什么呢？叫做弊案连连的。第四，发现你不是绿营是什么时候？我说前瞻计划没有分到钱呐。当一堆强盗在分赃的时候，你没有分到钱，就知道你不是他们那一伙的。批评民进党郭文哲无力客气，伊阁摆表态，可能最后一秒会决定支持韩国瑜。伊表示讲，伊的意思是咧警告民进党。伊阁主动讲，警方处调查杨惠如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的案件报告已经出来啊，会专案送去检调调查。结论就是钻法律漏洞啊，因为一个案子可以跟台北市政府申请钱，也可以跟中央申请钱嘛，没有人看到全貌，全案移送检调。我的态度说，我没有说需要包庇谁。郭文哲甲民进党的距离敢若愈来愈远，佮亲像早起伫总统府甲总统蔡英文陈菊虽然共台煞无互动，顶多是伊赶场到花博公园，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活动有互相讲话。另外，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做伙升旗，无甲伊做伙，嘛互外界理解郭台铭甲郭文哲的关系敢是无遐尼好。他说出来就是他的潜意识嘛，就是我活在世界上，我常常说我们都靠自己嘛，其他的叫 extra， 伊该加起来就生活谈掉安尼。对郭台铭的态度，郭文哲是看甲真开，伊行入政治以来，甲民进党的呼风喝口，甲到亲民党的竞争合作，2020郭文哲敢若无想要搁挖靠其他的政党力量，决定要行家己的路。记者台北综合报道。立法院2昨三读通过反渗透法，第日前宣布讲要去中国市定位网络知识平台大书联，也发出声明讲，强调对这个修法通过感觉真失望，决定要放弃台湾市场。面对着这款情形，总统蔡英文也讲，台湾伫咧国际 NGO 团体内面的评鉴讲到，新闻自由度是上悬的国家之一，任何照规矩咧经营的媒体，拢未配合中国的操作。立法院在去年底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反对效应发假，进前为延揽前国安局长尤国强正国安局参加入，引发外界关心的网络知识平台大书联，进前大动作举行记者会，宣布进军中国市场。而在修法通过了后，马上发表声明，强调对修法通过感觉失望，宣布放弃台湾市场，也呼吁民进党政府卖乱用法令来影响人民求知的权益。它的文字太模糊，那所以我们觉得避免麻烦，因为我们既然都已经讲是说要经营华人市场嘛，那华人市场我们就把高度再干脆就拉高一点，就不要去占这个麻烦嘛。对着大书联宣布放弃台湾市场，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在自由之家这国际 NGO 团体评鉴，新闻自由拢是上悬的国家之一，也强调任何正派经营的媒体拢未配合中国的操作。也过反渗透法修法完成，也牵动伫中国读册的台湾学生，也有大量的敏感神经。烦恼讲是毋是会互莫名其妙乱扣罪名？大家即阵开始伫紧张烦恼咯。而台企联是发出严厉的声明，对着民进党无顾各界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行修法来表达强烈抗议，也强调明年大选一定会用选票来表达不满的心声。我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听到所有台生、台属、台干的心声哈。那我想言论自由的部分是需要给予保障跟保护的，不然大家都会很害怕。那么仓促的通过，尤其对台湾学生，我们也经常要参加什么研讨会啊，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触发，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担忧。讲一句最贴切、最实际的，所以讲即嘛阿拜在宗教跟大陆之间要怎么来往，我们目前也不晓得。因为两岸在宗教、商业、读册这部分往来密切，亲像是长期甲中国进行马祖文化交流的丁兰江，当市长颜清标就表达烦恼，去交流开讲食饭，返来台湾是不是会互乱检举、乱修正？在怀疑甲惊吓效应之下，难免的影响交流。记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有300多万的选举人口，是台湾上界大的票库，也是绝对关键的所在。不过区域立委也真紧张，亲像第7选区，也就是邦桥东区，就7位出来选，其中要拼连任的，就是民进党立委罗致政，对决国民党现任不分区立委郭志温。有学者分析讲，顶回9合1的选举，邦桥地区拿力票数是一半一半，激烈的情形恐怕会战到今年。甲阮支持柯志恩，最优秀的立法委员。OK 啊，拜托哈，感谢，谢谢。过一箱搁一箱的手，争取每一张选票。新北市第7选区，俗称的邦桥东区，有包括国民党郭志温、民进党罗致政、民众党吴达辉等7人并战立委席次。争取连任的罗致政强调，唔甲对手交战，不分区选战的郭志温主打纠紧甲选民的激励。我们因为形象清晰，而且在立法院的专业，特别是在教育文化上面，大家的知名度是认为是非常好的。要去经营的是我们的选民，所以我们把选民当作我们唯一要去专注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也很少跟对手有任何的交火。在府中徛路口这个拜票扫街，新北第1选区共款激烈，可能参选包括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李顺玲，国民党是派出洪炳凯应战，两个人拢是政治台，背景条件相当。不管是淡江大桥或者是关渡大桥的耐震补强，大家对于我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电视看得到，路上遇得到，电话找得到，用这样3道精神，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更加的了解我。新北第12选区设置竞选办理，传统政治版图拿大过力，7人参选，民进党征调太阳花卢正行、赖品妤，国民党提名李永平。我是年轻，但是有资历。那相反的，你说你自己资深，但是我们却想不出来你有什么政绩。乡亲们的态度都是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有媒体曝光，甚至网络声量，在我们这个选区通通是不可靠的。必须说，你要走到这个地方，你要跟民众互动。新北至少300万选举人口，比如全台上大票仓，配合立委选举也牵动总统大选，和新北选情成为各界主要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劳动事件法在今仔日开始施行，桃园市空服员工会等等的工会也伫施行的头一天去到地方法院被提告。劳工团体表示，劳动事件法除了会当用工会名义去拍官司以外，拍官司的费用只要负担1/3尔。劳工加油！劳工加油！劳动事件法元旦实施，抢在新法实施头一天，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来到桃园地方法院递状，对长营公司提起无作为之诉，抗议去年20天的长营空服员罢工结束。长营公司对着罢工空服员进行打压加差别的态污，有2000个人受到影响。在去年的裁决中，法院已经判长荣航空是属违法的，但是长荣航空依然不愿意归还参与罢工空服员的优待机票。长营航空回应对工会以各种方式来破坏劳资的和谐表示遗憾，强调罢工投票进前就讲过，若是罢工造成营收的减损，不得不取消优待机票的福利措施，这是法律府公司的自主管理权。罢工了后也渐正式提供优待机票的申请，唔是无作为。劳团表示，劳动事件法除了明定减免征收裁判费2/3，降低拍官司的标准，也应用工会名义提起集体来拍官司，保障劳工拍官司的权益。不过法界人士也提醒，官司输的这方面爱负担剩的裁判费，所以讲也是爱评估胜算的机会，袂用乱拍官司。一般的劳工会惧怕用个人名义，可能会面对公司的压力，但劳动事件法可以用工会的名义来提起集体的诉讼。劳工要付出的钱只有不到1/3。案件是这个金额比较大啊，然后需要法律的专业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他可以选择到法院去使用这个劳动事件法来处理。劳动局表示，劳动事件法提供劳工加一个选择，若是金额较细，希望能够赶紧得到解决，卖去法院，也是能够向劳动局来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婚林收土豆的情形，犹原是乱袂煞。真够有农民向民意代表陈情讲，伊土豆拍无大未付去交货。毋过伫昨就是农委会采购日期的最后一日咯。面对着这款情形，农委会也回应讲，农民只要有登记，伫这个月就一定会甲恁收。为了让土豆较紧拍打，有农民连续5天困伫田底。因过这寡还未拍打的土豆，早就过了农委会原定的收港期限，好袂少人烦恼后续无人买，货官会去了了。收港的截止日12月31啊，有去登记的跩，到即阵也无来收，吼，敲电话拢无人接。正常少11、2日嘞，落雨较久，要去拍个打，就搁较恶。婚林县长张连胜初一来到水林乡的山地勘查，向农委会发话，希望延长采购期限。官府也估计，总管也有将近50万袋斤的土豆等待收港。到目前为止吼，还佫有超过45000斤吼，还未收啦吼。希望咧吼，今仔即个发声咧吼，互咱农委会佫吼延长吼收港的时间。还没有晒干呐，部分的农民啊，花生也还没有采收。那这部分已经登记的部分哦，我们都会辅导农民团体来跟他办理收购。农粮署回应，为了稳定产地价销，辅导农民以每袋斤40块以上的价销来收港有品质稳定的产品。到31号收港4900活动的土豆，无收港的部分主要是无拍打，也是价销讲袂好势等原因。后续将会辅导农民，并且以市场的机制以及土豆的品质来收港，预计1月会当完成。也无强调比例无悬，将无到总数的1成。记者综合报道。第三批的公费流行感冒疫苗已经开始注入。第三批符合这款3种资格的人会当去注。第一就是50岁到64岁民众；第二是有新的人；第三是出世6个月以下的爸母。不过要注进前，也是爱让医生判断才会当注。元旦一透早就真侪人排队要来注公费流感预防针。疾管署宣布1月进入流感高峰期。1月初1早起，全台开放注第三波公费流感预防针，只要是满50岁到64岁大人、有新的婚姻人、出世6个月内婴儿爸母或者是高风险慢性病人等等，拢用来注预防针。我今年满50岁，所以可以来打免钱的疫苗。今年有比较晚，被询问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也只能说做侧面的安抚。受到去年全球流感预防针公费延迟的影响。公费流感预防针比往年延迟1个月。108年度全国公费流感预防针总共采购604万剂。疾管署表示，到11月底，注射率已经超过50%，差不多是338万剂。338万剂，我们总共604万剂。所以已经超过一半了。鼓励我们所有全国50岁以上或者有慢性病或者 BMI 大于30的民众踊跃前往各个地点来接种我们的公费流感疫苗。轻微不严重的小感冒不属于疾病重症类或不属于发烧类的，原则上都鼓励接种。医需要提醒过去注预防针捌出现过敏不良反应，或者是发烧重症的人，拢袂当来注流感预防针。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12月1日到2月，急诊类流感就诊超过109000人次，上升8.1%。近期主要流行病毒依然是 H1N1。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百货公司的美食家袂使提供用一摆就片的碗碟，也就是免洗餐具咯。台北市环保局在今日也去到一寡场所进行检查，业者拢有准备，因为防抓到就要罚6000块。台北市环保局按今日开始禁止业者提供免洗碗碟，予人去使用。客载人员去到台北101的大型商场检查业者敢有照进出行。汤匙啊、筷子的话呢？汤匙、筷子，对，我们好了解。好，那这个部分是合格的。来消费的民众嘛，认同安内政策。好啊，好啊，很环保啊。台湾很少的美德。对。1805年4月开始，台北市按市政大楼开始禁止使用免洗碗碟，为着要减少废弃物的量，按2002年正月初1开始，台北市内55间百货公司甲大型的商场，业者若是提供免洗碗碟的，罚罚金。今年5月开始，大卖场嘛受规范。这次的修正公告是没有劝导期的，我们是直接开罚。好，那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是可以处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台北市环保局禁止这场所提供免洗碗池，予人客使用，拍算一档会当减少2000万的废弃物的量。环保局嘛强调，即马降低资源的浪费是国际趋势，所以扩大管制政策，鼓励民众家己穿碗池，做伙为环境拍拼，保守咱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在国内野生动物保育法第83年已经设立，禁止贩卖像鸡制品等等的物件，伊伫公共场所也袂当公开展览。为着要顾到这业者消化因的库存，也设25年，互因抽屉。农委会林务局也公告讲，对今年开始全面禁止像鸡的买卖，相当要放关5年。请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千万别买象牙制品，让大象生存下去。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2016年，找歌手周杰伦录公益广告，动保团体呼吁千万唔通买像鸡制品，则被加做斗相共杀害大象的凶手。经过真侪年努力，为今年1月7日开始，台湾正式全面禁止像鸡甲制品买卖，加入全球保护族群数量愈来愈少的非洲象。虽然在历史讲，为国际之间的象牙买卖是禁止的，但是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象牙市场如果开放的话，断绝盗猎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落实。野生动物保育法第83年修订时，原则上已经禁止像鸡买卖，不过顾虑到业者犹原有真侪库存，伫隔年定落一条款，反象期到即马已经有25年。农委会林务局伫去年公告，为今年开始停止像鸡交易。盗猎大象的那个案件还是非常的多，配合国际趋势，我们国内的那个象牙买卖也萎缩到很小，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有一个终结买卖的这个时间点。野生非洲象族群为2006年甲2015年数量减损20%。国际报告指出，象鸡利用甲盗猎是非洲象生存上大威胁。为今年开始，伫国内买卖象鸡，相当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别科罚金30万到750万。不过，经过县市政府审查许可，应订立电视库存品。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家为了尊重原住民文化传统，农委会甲原民会有做伙定一个原住民会当依照因的风俗去森林内面取用产物的规定。伫南投信义乡有学校的运动会也举办原住民的稽查比赛，这寡茶是由林管处来提供的，是要来做伙甲文化保存落来。提起啊，拼命机运动场出现安尼特别的稽查课比赛，参加选手比的是速度甲力度，佮怀念先人开垦的辛苦。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锯子啊，还是链锯啦，都是用手工这样子锯木头啊，所以说这个传统还是要有了。南投信义乡的第二村伫元旦即天举办校联会运动会，这项稽查课比赛以每一个林为单位，分组上紧记6片茶就算赢。以前因为茶科真歹找到，各属于国有财产，或这项以感染先民为主的传统比赛，差一点办不落去。办这个活动，这个锯木比赛，因为为了找木头的话比较不方便。传统讲进前无茶通用停办5年，去年恢复了后，以高手做材料，不过效果无好。今年使用柳杉是由南投林管处将乱大事业区无偿提供用来比赛，还佫有种植艺术，种木初会者传统的技能。在早期在栽种的时候会比较密集，等它就是成长以后呢，那就必须要留一些空间给它，所以我们会进行疏伐，然后促进那个阳光，能够到林地里面，那还有让那个一些动植物呢也能够在里面的生活，所以呢，这个疏伐呢的材料呢就是可以搬出来利用的。南投林管处表示，林班地树啊伤过密会影响生态甲成长，就算所在过后也是袂当凊彩占。后来农委会会同原民会定原住民族以生活惯习。采取森林产物规则，南投林管处确认活动符合传统文化，而且得到部落会议通过，加速中部核准使用所在茶的第一例。记者综合报道。用手工烂茶做茶这项技术也渐渐互机器代替了。南投县的文化局最近也甲2位传统做茶老师傅陆国的苏文昭甲民间的陈步纯，登录这文化资产基地保存者，希望做茶技术会当继续流传落去。传统的做茶工艺已经慢慢互机器代替，古早的炒茶手法渐渐在失传。
南投县政府经过县内审议，发证书予两位做茶的老师傅，陆国苏文鸟甲民间陈木纯，予因正做南投县传统知识甲实践类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今天已经几乎都用机器来取代制茶的时代他们仍然坚持用手工制茶桶，因此我们经过了非常严谨的文化资产审议的程序，成为我们技艺保存者。看老师傅熟手的手法就知影，炒出来的茶绝对甲机器晓的无共款。陆国苏文鸟老师傅18岁就开始做茶，保留规套古早的手炒茶设备。常常用表演的方式，让更较侪人看到传统做茶的方式。另外一位民间的陈木纯老师傅，嘛真少年就开始做茶，对读册时到即马已经80岁身体还阁真勇敢。两位老师傅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当把特别消失的工艺甲知识传承落去。如果相当的乌龙茶无传承的人，所以讲我继续保持讲做古早的制作方法，传承予阮后生。读册都爱做茶啦，迄阵工少就拢爱安做。传统手工做茶的流程真复杂，但是有机器无法度炒出来心意甲甘甜。南投县府带头把这项工艺列做文化资产，希望会当把这款技术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一礼拜三暗时10点，要带大家来看相例。事实上，伫台中省极限运动脚踏车的少年家因唔拿场地家己安排比赛家己办，就是希望讲将这项运动推广给众人知。BMX 就是咱在讲的极限铁的运动，引进台湾有要40天的时间，不过这项运动算唔是介时行推展嘛有困难。可能是少子化的关系啦，大家拢是报，大家都唔敢啥惊受伤，登去用的，无像我较早登去受伤，明嘛是搁出来，嘛是继续摔，就是迄整个大环境不一样了。为着要推广这项运动，台中有一群少年家，家己录教学影片，嘛利用下班时间教囡仔骑车，都是希望透过经验的传承，让要耍的人嘛会晓保护家己的安全。我也想要教一教，就是透过我的经验去告诉他们，去算是传承他们，而且也更有效率。安嘛对因来讲，我感觉那是好的。除了普通时练车，台中的车友做伙起造一个讨论亭，当年秋冬会举办勇气赛，邀请全台湾的车友做伙来参与，做伙推广这项运动。我感觉办这种比赛能吸引更加侪优秀的选手，因为这个场地就是为初学者还是进阶拢会当耍。反正就是来耍就对啊，来比赛来骑车呢，这就是青春嘛。虽然台湾从事极限铁的运动的人无介多，不过这点少年家也是运用有限的资源热心推广，希望未来极限铁在台湾有愈来愈多人介意，嘛会当受到重视。记者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3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祝您新年快乐，也感谢您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Thank you.